鼻尾韵母，鼻尾韵母甲开尾韵母是相对的。开尾韵母声音为喙孔出去，鼻尾韵母是为鼻孔出去，是鼻声，是无声。咱先讲双臀闭塞韵，这是鼻尾韵母的合喙韵，后壁还有两个韵，毋是合喙韵。有真侪人会误会鼻尾韵母就是合喙韵，安尼讲敢若对1/3，因为另外两个毋是合喙韵，这个爱注意。双臀闭合变成鼻音，两个喙唇爱合做伙，伊的韵尾就是发声了后的喙唇是合的。当然发声的时阵，喙是开的，韵尾所变做合的，这会记。尼姑音观音海盐喙柑仔台湾山音声音低音乌阴天盐鸡点铁点山喙有人讲喙暗，阮讲喙喙呢？喙囡仔时代迄晨间检查，阮人讲牛喙νομ，牛喙νομ是咧νομ牛喙的。阮囡仔时代读册，老师若要晨间检查，阮人讲牛喙νομ